至于 WHO 提出了13点的说明其实它的13点说明也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台湾的参与并不完整，而且是依情况依情势个案来决定我们可不可以参与，这些都不是我们应该获得的待遇，我们应该要得到的是一个完整的参与权。我们能够双向的跟 WHO 有一个互动，而且有一个我们可以贡献，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资讯提供给 WHO， 那也可以让其他的国家来分享我们的资讯。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完整的获得 WHO 所拥有的资讯。那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专家可以进入到 WHO 的场域，跟其他国家的专家一起来交换意见，讨论这个各项的公共卫生跟健康的议题。那在我们外交部提出来的这个回应里面有一项，他说在过去10年，我们提出了187项的参与专家会议的这个请求，但是我们有70%的机会是被拒绝的。换句话说，我们只是个案被允许参加，而没有一个全面性的确保我们是可以完整的参加，这才是我们真正要的。那这段期间，很多的国家替我们仗义直言，也肯定台湾的贡献那我们也都非常的感谢。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未来能够可以跟大家、跟其他的国家，大家一起来对世界的健康跟公共的卫生有所贡献。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辨识性了那么这一次我们的人民有这么大的感受上的问题主要的还是他们没有办法从就是至少是外国人，很多的外国人没有办法辨识那这个来源究竟是来自台湾呢，还是对岸的中国那对很多的人民来讲，他强烈的要求就是说，来自于台湾的那我们就要有足够的辨识性那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前几天这个行政院苏院长他说得很好，那就是我们来强化那么台湾在各项的事件，或者是我们的飞机或者其他代表台湾的一些事务上面能够有更强的辨识性这是我们要一起来努力的。那同时，我们国民的创意，其实在这几天也看到了不同。